讲到农业爱省水，佢当然会讲到嘅系以色列。以色列60%国家嘅国土唔系造旱，如系半造旱状态。唔过现在伊能长期落实体发展省水嘅技术，对建国以来伊能嘅农业生产成长嘅12%，农业用水量将增加为3.3%。尤其以色列滴灌也到技术，台湾也引来很多农民睇好过。像云林彰化地区去年呢开始推动黄金龙头计划，希望是来减少农业用水，提成ក៏唔會立百按厲害。其中許多種瓜果類作物的農民都係用滴灌技術，按嚟用水是愛本單的1/5甚至1/10的，同時唔單止省水也省工。台灣按嚟一公開方式發展到用呢，要用嚟嘅條件同限制麼？來看一個報道。这个很准啊，我可以顺着那个洞种，你知道吗？它几乎每个植株成长起来很平均。文色地多县内瓜的上到东江，陈崇彦和布斯特嘅整理，其中係漸漸嘅5/5用滴灌的方式來種。以前在园区里面工作的话，大概一天超过15、16个小时是经常性的啦，大概一天把它当成2天用啊。现在比较好一点，现在可以早一点下班了啦。这个就是说，因为有达到这样子的效益出来哈，相对对我们体力上的负担会比较轻省一点啦。8年前，陳崇彦接烏卡田來講，條蛤蟆做到強硬硬嘅，一幾年來用台中農改場研發嘅省水系統過後，也讓公婆加強鬆當多。夾溫室同時用滴灌同洩水呢兩種方式來練菜，兩種比起來，偏強時間中用滴灌中嘅省都還較好。以目前園區的表現哈，植株的表現來看，還是滴灌會比較均勻一點。然後相對上一樣，就是說因為它供應的比較均勻，其實你在供應的時間相同的時候，它用的水量跟肥量是比較少的。噴灌的話，實際上用的水量也比較大，肥料也比較多，不過它植株成長起來反而沒有比較漂亮。不過這樣已經比外面的溝灌省了1半以上，對不對？哦，省很多，不止1半啦，不止啦，最少可以省掉5倍。5倍。一般來講，農業灌溉方式早期有淹田，冇做橋啦，向邊淋水，還係有泄水嘅方式，都也係有滴水嘅方式。台灣冇到淹田，也係橋啦，向邊水，用水量都當大，用泄嘅水，搶喺橋啦，向邊水嘅1/5邊呢，滴灌行較省水，還唔到時用到1/10。陳崇彦也一博嘅將落隔壁漸漸嘅5/5嘅田漂下來，一橋田用5條橋啦，用傳統嘅橋管來算，淹1擺要用60噸嘅水。那個溝寬呢哈，你如果算40公分就好了，然後40公分深度30公分的話哈，然後再乘以我這個是大約100米，CC 數再除以1000就變成1公升。這個一條溝灌起來要12000公升，就是12噸。對陳崇彦來講，用滴灌一定站嘅，含唔單止係省水省皮料，還較重要係工藝省多嘅。佢將水同皮料用機器來管理，送水點固定，唔會常常超1000擔粗嘅，唔到啲嘢省到多人工。原本你施肥需要很多的人工，然後除草需要很多的人工，你又要再做其他園區裡面整理植株的工作，那你可能管理的面積就會縮小。那如果說你改成這樣的設備的時候，因為你節省一些工，你可以管理更大的園區，改善你的收入。土沙漠以色列對1960年代開始研究滴灌，係全世界前早發展滴灌方式嘅國家。台灣10年來，滴灌技術未發展到當家。台中農改場研發設計出一套灌溉主機嘅系統，也遇到生態問題就係水質嘅管理。以色列農業用水係處理過嘅。台灣的灌溉用水年頭當複雜，上外島發展。有些地方它的水質好，因為裡頭呢可能一些鹽基呢比較重，那可能或者是含鈣量比較高，那會常常會導致這些微噴的噴頭呢會有阻塞的現象。那還有一種情形呢，就是說在操作上面呢，因為在地表上面呢鋪設的這些管線呢。
对于有些农友他们在平时呢，在除草啦、施肥啦这些操作上面呢，他们觉得管理上面呢也会有一些困扰。那筛管的话，就是说它可能有需要在过滤设备上多下功夫了哈。另外就是说，可能要保留1-2道滤芯是可以做清洗的。那农民使用上就是说，在那个最后防护的那1-2道滤芯，就是经常性的自己可以去做那个清洗的动作，这样子可能会延长你那个管路的寿命。要解决堵塞的方法，就是每个系统一定要有这种过滤器。过滤器它里面是碟片式的，所以能够把一些颗粒把它过滤掉。所以这个使用者平常就要去清洗它，保持它的干净度。农业上水清创的概念就是，水路里植物头越群越准越好，过来做些抢林一头作物，唔要归海连富圈来都林。也海上水公开内桶或者米干，包含了米喷、滴干。不过水质多管理好，管路则唔会塞到。也有成经验者发展站杆，用埋到替代下管路来送水，同样有上水的效果，也唔会塞到。这样就完成了灌溉的动作。老高一打开来，准开送水开关，用站杆上水，càng中做行较简单，也特别用连同杆的原理，用时间对下向上灌开，体内下係湿嘅，不過體面內又鬆又軟，現正空氣較糟，較唔會生蟲嘅，又生水，韓國較唔會生蟲嘅，水性就行較好。这个农场它一天这1分地使用水量大概0.5吨，很省水。另外一部分呢，它借由地下灌溉的方式，我们人工不用去洒水，而且地下灌溉本身就有个优势，它可以保持土壤的通透性，也就是说，我们的土壤不会被压死变硬。所以在我们的研究中、实验中，我们已经有3年以上不用去换土，不用去翻土，就可以一直种植。傳統面向人工下方式，加減不將泥沖走，係講唔較只鬆土，地做越來越硬。就算係地乾，有空氣、水分沒有加減生態，也就因為站杆的上水效率很較高。滴灌系统它很省水，但它还是在做表面的滴灌，所以它还是有蒸发的产生。而我们现在走的地下系统，完全是在地底下做灌溉，所以表面的蒸发量会比滴灌还要更减少许多。所以理论上，它是可以比滴灌要更节省用水量。除咗米杆內桶沒有農民研發細型嘅紋飾，用簡單嘅幫浦同塑膠杆呢，水做自動循環，也係裡內栽培法，講係農民嘅植物工廠。雲林縣這黃金廊道地層多下線，過來就是咱農委會嘛咧推動這個節能節水，所以我就是由迄個我才感覺來設施開這款種方式較第一這足省水嘅，同時阮這設施就是這個水攏自動循環，所以這一個月用的水啊，都100幾塊呢。這免1分鐘就好啊。將3樣建起來較通風，同細型溫室種一般的青菜，唔會搶到大型溫室按吸收，所以日頭、空氣、水同養分調配好勢。天時係唔好，咩冇要緊，是唔過也將推廣細型的溫室本錢要當初。咱這小黃瓜哦，種伫遮就是講要克服咱迄個種伫外口土的時陣吼，伊會去互水淹死伊啦，還是講迄個病蟲害啊，咱這甲隔離起來吼，病蟲害會減少。過來夏天的時陣吼，佫較好顧，咱用小型溫室吼，伊迄個溫度會降低。你大型溫室內底種袂起，你若像這個時陣，這種日頭時陣吼，你大型溫室內底這葉仔早攏已經蔫落啊。當然是這嘛需要資金啦，這因為一棟的這迄落落多出愛10萬塊，佮附帶其他嫌電嫌這烏網啊面頂廠，當然是愛若要聯合個算愛10幾萬啦。錯的農地政策讓它農地太貴買不起房子。錯的休耕政策讓農地的租金太貴，讓他租不起農地啊。那接下來就是說錯誤的用水政策，你必須早減灌溉，然後才能有農業灌溉用水。
台园林种花提成立下嘅蔬菜，农委会当地嘅3万传统黄金龙头计划，要补出上水农业设施，希望提成冇落按价。不过去一撮温室要有本钱，陈创业嘅温室同高铁顺航，下符补出嘅规定，佢特别係简单嘅温室。政府夏天嘅草价係51万元，補助一半。不過實際上農民要試行較多，溫室設施太貴，要實質到推廣上水農業做無功。同以色列單單係填下地幹，台灣實天初做溫室，將下回到經濟效益。像以我這種最簡易的溫室來講哦，其實我們自己搭設的那個金額其實要到60-70萬啦。啊，當然政府是講是給我們有一半的補助，其實相對農民的負擔還是相當重啊，因為我們實際上要搭設應該是要花到60-70萬這樣子。因為現在的設施栽培呢，通常都是屬於比較高經濟的作物，那能夠種植這些呢，它相對的農民的獲益呢會比較大，因此他願意來投資。那如果說像在露天的有一些作物呢，因為有時候因為產銷的問題呢，可能也會有一些價格上面的波動。如果我們台灣如果要照以色列這種方式來做所謂的滴灌啊，那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因為那個設備非常驚人啊。大概我看到以色列的公司，它的對國外的報價啊，1公頃大概最少要到420萬到560萬，所以這個東西不是一般的農民可以負擔得起的。陳世強喺全面淘汰後告狀，佢支持農業要上水，唔反對台灣發展地幹內統。只不過佢知道，照台灣人慣用嘅耕種方式，其實冇幾多人會接受地幹。地灌如果用在網室、溫室或者是這個多年生的果樹，那其實是可行的啦啊，特別是山坡地，因為缺少灌溉啊。如果你可以省水，那我覺得這個對多年生果樹的經營是有幫助的。但是我覺得，如果以台灣這樣的情況來講，其實滴灌也許並沒有需要啊。為什麼呢？因為台灣如果不是剛好碰到今年的旱季，我們的雨水是綽綽有餘，是夠的。台灣農業單單係田下耕種，佢知道同一種萎縮，前邊一層幹也係馬街種來種，每生係到一般較價嘅水。同一規片嘅菜葉，佢到菜上行前邊一層幹。幾件一隻人年無啉水嘅青菜蔣用上到當家。啊，你看這個地方哈，這個有花生殼，有這個稻草覆蓋的地方。那麼即使已經大概1個多月沒有灌水啊，那底下還是濕的。老幹背開來，天下下行嘅實施，一項60年做法，除了田球以外都用得。有幹來帶引，天主唔會兩下班做嘢嘅，咩卡唔會上草打農，好處當道。我們的古老方法裏頭有一種叫做覆蓋，就是說你稻草割了以後，水稻割了以後，那些稻草可以拿來鋪在我們的席面上面，那麼可以維持這個席面啊底下的土壤經常都是濕潤的啊。所以像我這個田裏頭做了覆蓋以後，我們今年總共只灌過1次水。一刻按欠水，做農業沒有自家面對嘅，無天初改種較唔適水嘅作物，來提高台灣產量嘅刺激力。其實農民還有很多選擇，你去選擇一些比較耐旱的作物，譬如說我們隨便講了，你種蘆薈，蘆薈就很耐旱嘛，對不對？啊，你種了以後你不澆水，它也不會怎麼樣啊。很多類似像這樣的作物，其實是可以選擇的，耐旱的品種。節水灌溉呢，事實上在我們農業生產呢，可以達到省工，也可以節省我們的水資源。那再來一個呢，就是也能夠提升呢我們農作物的好品質。如果相關的這些呢都能夠被農民所認同的話，未來我們認為應該可以創造出屬於我們台灣自己的一個節水的灌溉技術。現在缺水的當時哈，其實每一個人，縱使是你盡一小點的心力哈，我們還是要去盡力去做啦。不過如果說只單純說節省一些農業用水去供給工業上使用哈，有沒有辦法達到這樣子的預估效益，很難去評算啦。台灣同一度主講欠水，也世界的發展上水更快，唔但將農業做到長長久久，對台灣農業轉型沒有好處。只不過台灣唔係以色列，上水不應該搶頭溫室導向做地幹，填下灌溉沒有發展出更加有效用水方式。
青海农业发展应当係唔會打上係一滴水。